試諗下，而家咧大家踩住細滑嘅沙，咁微風咧吹住陣陣嘅椰香味同埋海水嘅清香，深吸氣、深呼氣，嚟到咧感受大自然嘅節奏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所感受嘅蘇梅島啦。咁以下咧我會帶大家咧去蘇梅島感受一下佢哋嘅養生智慧㗎。第一，陽光與海灘。喺蘇梅島有好多好靚嘅沙灘。喺清晨嘅時候，赤腳咁樣踩住蘇梅島嘅幼沙，喺溫柔嘅陽光底下，一邊睇住海，一邊慢慢咁樣走，可以感受身心嘅寧靜。壓力亦都隨住海浪聲咁樣慢慢咁樣唔見咗。第二，水上活動。喺泰國咧，其實有各式各樣嘅水上活動，包括游水啦，跳喺水池入邊咧游幾個圈，全身嘅肌肉咧都會可以活動到，關節零負擔。上咗水之後咧，你會發現成身都輕晒，心情咧亦都咁樣而放鬆啦。第三，親近動物。喺蘇梅島，佢哋會用尊重動物嘅方式嚟到親近大象，例如親手咁樣同佢哋準備飼料，佢哋食得好開心嘅時候，可以同佢哋影一張合照，唔會騎佢哋，亦都唔會打擾佢哋。大家可以睇下咧，呢 Peak Island 就係有好多黑色豬喎，咁佢哋咧可以悠然自得咁樣瞓下懶覺，都幾開心噶。大大小小嘅小豬咧，都會喺沙灘上面曬太陽、瞌眼瞓。我哋可以摸一摸佢，同佢哋一齊散步，享受咧和諧共處嘅時光。第四，泰式飲食。從中醫角度嚟睇，泰式飲食咧係善用咗辛香配酸甘，例如椰汁香茅煮雞可以幫助驅風除濕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保養氣血嘅。我哋所熟悉嘅金邊粉，酸酸味味咁樣可以開胃消滯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醒脾化濕。泰式嘅燒魚咧可以配上少少嘅香草，可以幫助咧我哋平衡翻喺泰國咧有時食得太多生冷嘢咧嗰種濕滯感。而椰青嘅話咧就可以幫助清熱利尿，同時可以生津。整體嚟講呢，泰式嘅飲食咧係可以達到酸甘化陰嘅一個原則，咁同時咧亦都適合熱帶潮濕嘅氣候養生，就可以針對翻個人嘅體質咧嚟到適當咁樣調整自己食辣啊，或者係飲椰青嘅一啲比例嘅。第五，泰式按摩。泰式嘅按摩咧係從頭背到下肢，配合翻精油，沿住翻膀胱經同埋膽經嚟到推按，同時咧佢哋會拉伸關節，能夠深層咁樣疏通氣血、驅風散寒，達到安神、鬆筋、消腫嘅功效嘅。喺蘇梅島嗰幾日咧，真係又熱又曬啊！所以咧，我就用呢個我自己研發嘅中藥防曬霜嚟到防曬。裡面咧其實係有啲有機嘅中藥，可以幫助咧我哋防曬之餘咧，亦都可以保護皮膚嘅。咁 PA 咧有4個加，咁而且 SPF 咧有45啊。同時因為佢有少少色啊，就好似一啲 BB cream 咁樣，可以有啲遮瑕嘅作用。咁令到呢啲膚質更加好嘅。咁同時咧，因為日曬光太犀利啦，咁就算我有擔遮戴太陽眼鏡嘅話咧，皮膚都會因為咁樣咧而乾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夜晚嘅時候咧就會敷呢個咧舒緩保濕嘅面膜，裡面咧就係有有機中藥嘅成分，可以幫助我保濕之餘咧，同時亦都係有抗氧化嘅作用嘅。咁呢個中藥防曬，再加上咧呢個保濕舒緩面膜咧，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蘇梅島咧係有椰子島之稱，咁其實我哋養生概念咧就要好似椰子樹咁樣，啲根咧扎得越深越好，咁嗰啲枝葉咧先至可以向陽光咁樣生長。人生都一樣，如果我哋咧啲根扎得深嘅話咧，個人咧會更加實在、更加穩健，亦都會更加身心愉快嘅。咁呢個咧亦都係我蘇梅島呢段時間嘅體驗嚟嘅。